今日11月27日周日，我再次和繞嚟到水壩廣場參加華人義兄弟發起嘅示威活動。首先，我哋對上週四烏魯木齊大火遇難嘅44名維吾爾同胞表示心痛哀悼。11月24日，處於封城狀態中嘅維烏魯木齊，一場大火將天山區吉祥縣44名被中共封鎖喺屋企嘅維吾爾人監山燒死。事件令我哋看到中共對東突厥斯坦執行嘅封城暴政係有幾咁可怕。我哋強烈要求追究中國政府對烏魯木齊大火嘅責任，同時要求中國政府停止無休止嘅所謂動態清零政策。過去3年中共嘅動態清零封城政策喺中國造成嚴重嘅人道災難，造成無數人家破人亡。我哋呼籲中國政府停止動態清零，還民眾生活嘅權利、生存嘅權利、自由嘅權利。同時，我想對喺中國烏魯木齊、蘭州、北京、上海、重慶、廣東等地抗爭緊嘅同胞講：你哋好有勇氣，支持你哋，加油！不要核酸，要黑飯；不要封控，要自由；不要謊言，要尊嚴；不要文革，要改革；不要領袖，要選票；不做奴才，做公民。打倒共產黨，審判習近平，釋放彭再洲。東突厥斯坦獨立萬歲，廣東獨立萬歲。